這幾當有愈來愈多人介意飼貓啊，國內飼貓的數量超過174萬隻，超過狗仔的數量啊。因為今嘛咱台灣有全國頭一個貓仔照護的教育區，甲貓仔友善空間的示範區，就佇咧新北市的動物之家正式啟用。想要飼貓仔的人會當來遮看賣。大蕊的目睭，溜咧的骹手，今嘛愈來愈多人飼貓，甲貓仔當作是動物伴。因應這個趨勢，全國頭一個貓仔照護教育區、甲貓仔友善空間示範區，佇新北市動物之家正式來啟用。養貓的挑戰度並沒有比較低，因為實際上貓它因為的活動可以全部通在家裡面，所以說你可能特別要去注意到說，貓可能躲在某個地方，你可能都不曉得。而且貓並不像狗一樣會直接傳達它的情緒，例如說它可能心情不好了，或者它生病，它可能就躲在角落。食衣住行它都能夠先評估自己能不能提供，然後接着我們希望它能夠跟貓實際的互動，主人可以知道整個貓它從小到大到它老，它需要整個投入付出很多，然後甚至它可能要打疫苗。根據農業部上新的統計，去年家貓的數量已經增加到174萬隻，也創下厝內飼貓的數量頭一屆比飼狗更較濟的紀錄。那自今年初開始，政府也規定飼貓仔也要去辦寵物登記。到現在為止，阮新北市已經登記將近要18萬隻的家貓的部分。不管是你去買，還是去領養的部分，一定是要保持一個講吼，種養袂使棄養。專家提醒，貓甲狗是兩種完全無同性格的動物。新北市啟用全國頭一個貓仔照護教育區，就是希望民眾佇飼貓進前，會當先有相關的知識，了解貓仔需要的居住環境，也會當先佇遮甲貓仔互動，先自我評估，看家己敢有適合做貓仔的主人。記者郭友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